前总统陈水扁的囝婿甲亲家赵建明甲赵玉跳，2005年牵涉到台开炒股票的案件，过当年访用内线交易罪来起诉。这个官司一个拍就拍15年，经过经5审，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出来了。赵建明被判刑3年8个月，已经伫个昨来入狱。赵玉跳被判4年，早起嘛已经去报道。这个赵玉跳不法的所得大约3500万，全部总互没收。这对爸仔囝，一个是国小的校长，一个是国考的名医，拢有真好的社会地位，结果即摆总互掠去关了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第五这个是前总统陈水扁的亲家赵玉跳，因后生赵建勋陪同到台南地检署报道服刑。等一下，科长能不能讲话讲校长？另外，要伊后生赵建明嘛，伫今年1天入去到台中家监，提早1天入监。别个2个人分别入去封关，拢是因为15年前的台开炒股案。2005年7月份，因别个透过当时的董事长苏德健知讲，有2大利多内线消息，联手买加密权，伫台开股票起价时脱手赚真侪钱。过当年2006年，依照内线交易罪被起诉，经过15年经审，赵玉跳被判4年，赵建明3年8个月。已经有发传票通知他，今天早上要来本署报到执行哦。这2个爸仔囝，一个是国小的校长，一个是国考的名医，却因为内线的交易，互人掠去关，讲起来真唔值。即马互人关嘛，互这个台开的炒股案，经过16年了后，总算过一段路。小心。